有香港的媒体进行报道，讲新店某一间贡丸店，因所使用的肉是有3肉种的美国猪肉做的。业者听到消息了后，也出面来赔回，强调这拢是台湾猪所做的贡丸。另外，也对这个香港媒体要来提出告诉。猪肉经过机器拿搅拿糊，一粒一粒贡丸就完成啊！有香港的媒体指出，一间新店名产贡丸有使用3肉种莱克多巴胺超量的美国猪肉做原料，而且佫写超标8.2倍，互店面的贡丸业者听到消息，赶紧提出证明，画冤枉。他们并没有在报道里面去明确的标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检验方法，他们送交什么样具有公信力的检验单位去得出这样的数据报告，而且完全没有向厂商再次求证。所以对于这样的报道的正确性，它的检验的合法性，我们都提出强烈的质疑。来到厨房，猪肉厂商当日送猪肉原料过来，第一顶悬除了有写中央客服场、有日期，大卖场内底冰箱顶悬嘛大有标示，用的是对屏东来的台湾猪肉。我们猪肉是来自屏东的畜牧场，然后经由合法的屠宰场投猪购买。购入，然后才去做使用，绝对没有混含任何的外来猪肉。贡丸业者强调，家己的贡丸原料有送公证单位做检验。面对香港媒体不实指控，会提出告诉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